大家好啊！我哋仁愛第一線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如果大家有想知嘅資訊或者想點嘅歌送俾朋友，歡迎大家留言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啊！我哋中心嘅電話就係24735113，等緊大家揾我哋啦。中心第3屆維園花卉攝影比賽作品已經有結果啦！恭喜晒咁多位得獎者，同時咧再次感謝咁多位會員嘅參與啊！同大家分享下作品先。冠軍咧就係劉善嫻嘅《鳴蛇獻瑞》，好運相隨。亞軍就係唐梅珍嘅《滿園春色》。季軍咧就係吳嘉玲嘅《香港你好》。咁都仲有優異獎有3位喎，分別咧就係沈銘玲、秋英之美、李慧芳嘅《焚香閣》、黃健玲嘅《夢想美麗秋櫻花》。大家可以喺中心嘅海報同埋 Facebook 咧就見到我哋今屆嘅作品㗎啦。恭喜晒咁多得獎者！講起花，5月份有一個節日喎，喺仔女送花俾啲母親嘅。係啊，我知咩啊？梗係知啦。我哋個個都係㗎嘛。5月嘅就係5月嘅第2個星期日嘅母親節啦。真啊！我記得咧，你之前咧3月份咧咪講過母親節送康乃馨嘅。係啊，康乃馨咧係一層層嘅花瓣，好似媽媽對仔女嘅連綿不絕嘅愛。所以咧，康乃馨咧係有母親之花嘅味。但係如果你母親中意其他嘅花咧，你梗係送佢中意嘅花啦，咁會開心啲㗎。梗係啦。嗱，你哋講開送花，我就諗翻起啦。我哋上次係捐過嗰啲花語同埋國花嗰啲背後嘅故事嘅。係啊，上一輯講過，係啊，上一輯講過，係啊。咁又等我講下先啦。咁我近排咧就去咗花展咧，見到咧就好多鬱金香都好靚。咁我就 Google 咧就搜尋咗咧鬱金香嘅資訊。咁佢嘅花語咧就係愛嘅表現同埋永恆嘅祝福。仲有啊，原來佢係荷蘭嘅國花嚟㗎。係啊，因為第2次世界大戰嗰陣咧，荷蘭嘅天氣特別寒冷，加上就發生嚴重嘅饑荒喎，荷蘭人就係靠嗰啲鬱金香嘅頭巾啊，係啊，嚟到多艱苦㗎，係啊，個頭嗰個巾咧，艱苦嘅度過呢個艱苦嘅歲月嘅，所以荷蘭人咧就係好珍惜呢鬱金香嘅，後嚟仲封佢為國花添啊，咁慘啊！即係饑荒嗰時，等於即係中國有時得饑荒嗰時都係食番薯，冇嘢食你都要食㗎啦，樹皮咯，係啊，即係中國都試過饑荒嗰陣時咧打仗啊，我媽食過啦，食樹皮食樹皮咯，其實即係等於比樹皮好啲嘅，你根下邊起碼都多啲水分咯，樹皮真係好硬，即係好似好凄涼。打仗仲有打仗，所以佢背後都有一個好重大嘅意義，所以就封佢為我哋好幸福啊！我哋真係生於呢個年代。仲有咧就係咧除咗所講嘅荷蘭嗰個鬱金香之外咧，而家有一種花咧係最當造嘅，你知唔知咩花？而家最當造嘅，而家係啊，牛肉鬼啊，聰明女，佢又叫做太陽花，係香港咧啲學生咧畢業嗰陣時候咧成日送嘅花嚟嘅。花語咧就係嚮往光明希望，原來亦都係俄羅斯嘅國花嚟嘅喎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中國嘅國花係咩花啊？新年嗰陣啊，咁多蘭花，係咪蘭花啊？咁又係唔係蓮花啊？出於污泥而不染喎，定係有4君子之稱嘅梅花嚟啊？其實蓮花就係澳門嘅區花，梅花就係台灣嘅，而中國嘅國花咧就係牡丹啊。喺2019年咧，以高票數成為國花嘅。牡丹花嘅花語咧就係富貴啦、吉祥啦、國色天香。
牡丹花，仲更稱為係花中之王嚟㗎。哇，勁啊！係咯，係喎，犀利。中國咁多人選出嚟又高票中嘅，係喎，即係大家一齊揀嘅喎，咁一定係有佢自己嗰個含義。最主牡要係富丹花，貴啊！花除咗係有花語同埋有意義之外咧，其實有啲花仲可以做藥材嘅喎，你哋知唔知咧？唔知㗎，好蠢喎。你講啦，頭先咧所講嘅牡丹花，我就記得佢根皮都可以入藥，用於涼血、去瘀嘅中藥嗰度㗎。咁仲有咧，棉花咧又有去濕嘅作用啦，菊花就明目清熱，咁而且玫瑰花咧又有養顏嘅作用喎。我哋咧其實影翻多啲啊，要下次佢翻嚟個個都靚晒。咁啊係啦，因為我哋要上鏡。哇！原來有咁多嘅作用㗎。睇嚟得閒都要煲啲花茶飲下咯。要咯，要咯。有啲靚啲咯。佢就嚟天時熱咧，我諗應該都要煲下啲咩菊花啊、花灑係花茶，花茶有清去濕，係去濕，係啊。咁我近排咧又睇咗篇新聞喎。咁英國醫學期刊咧嘅研究顯示到，糖與多達18種嘅代謝疾病、10種心血管疾病同埋7種癌症係息息相關。咁喺我哋日常飲食當中咧，好多隱形糖咧係好容易俾我哋不知不覺超晒標嘅。大家都唔會以為咧，蛋糕啦、甜品啦、有糖嘅飲品，呢啲食起嚟有甜味嘅嘢先係叫甜食喎。其實唔係㗎，好多食物咧，除咗表面上係睇唔到糖之外，實際上咧佢係暗藏好多添加糖㗎。係啊，成日用嘅調味品，好似豉油啦、番茄醬、沙律醬、醃料，都係含有糖分㗎。除咗呢啲之外，仲有罐頭同埋加工嘅食品，例如香腸啦、火腿啦、肉鬆啦，同埋大家最中意食嘅五香肉丁。咁我哋應該點做先分辨到呢啲隱形糖咧？咁我哋就要多啲留意下食品後面嘅營養標籤啦，確認每一份嘅重量同埋每一份嘅營養素係按照世衛標準5g以下咧，就屬於低糖。咁我哋記得次次買嘢都要過佢個營養標籤啦，知唔知道啊？好啊，好啊。記得拎埋個放大鏡，你睇唔到佢寫乜嘢。係啊，因為嗰個標籤嗰度咧，嗰個成分咧真係好細格，即係有時咧就要除咗副眼鏡，再碌大隻眼望佢，睇唔到㗎。我啊，喂，我戴埋個老花，裝埋個頭落去，我都睇唔到嗰啲數目字係乜嘢。我學話齋，咪戴個放大鏡咯，係啦，一放走唔甩啦，有幾多個 gram 啊，有幾多成分係糖啊？除咗糖之外咧，有啲咧佢寫住係碳水化合物，都係其實咧都係有包含糖嘅成分嘅。其實大家減少啲食糖啦，少食啲蛋糕啊，少飲啲奶茶、果汁，一步一步咁嚟，注意生活嘅飲食，咁就為咗會為健康嚟加分㗎啦。我哋都要小心啲食，係啦，加油啊！大家唔好同食，係啊，都要係食得清淡、少鹽少油，咁啊身體就會健康起來。其實同埋少啲出街食咯。係啊，係。出街食嘢你其實係無可避免一定要多呢啲調味料啊！如果唔係啲嘢點會咁好味吸引你啲人？冇錯，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係啊，係啊。好啦，而家做翻個家庭主婦煮多啲飯。我得閒去啦，幾時飯？要埋我，要埋我啊！好。好啦，而家又嚟到我哋點歌嘅環節啦。喺呢個特別嘅時刻，分享我哋喜愛嘅歌曲，分享彼此喜好同埋情感，讓我哋透過歌曲嚟連結同傳遞生活。喺今個月點歌，下個月就會播出㗎啦。轉眼間咧又1年咯噃，下個月又係子慧嘅生日啦。咁咧，祝願佢生日快樂啦，身體健康。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！多謝。咁咧就點一首《願你待我真的好》俾佢聽嘅。若這刻君心待我真的好，
柔情投在耳邊低訴，求你說出那真心話，情深想感覺到，在我心始終待你真的好，誠意唯願你感到，唯盼這一剎眾生思念，從今天想到老。從前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討，還有以後亦不想作預告。日後變幻有誰能預見，誓言未必一一做到，但這心始終待你真的好，其餘幻變管不到，唯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。情意此刻不想再探討，還有以後亦不想作預告。日後變幻有誰能預見，誓言未必一一做到，但這心始終待你真的好，其餘幻變管不到，唯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，唯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。咁仲有咧，我哋而家咧聽下春容點嘅歌先啦。5月份第2個星期日咧就係母親節，藉住仁愛嘅第一線咧，我自己同埋我祝我自己啦，同埋我嘅屋企人咧平安、健康、開心、快樂，同埋衷心所有嘅老友記都健康、開心、快樂。依家送上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希望為大家帶來家庭幸福、生活無憂。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我愛你有幾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愛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
天下嘅母親，日日都開心愉快，身體健康。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，明月朗相對母親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懷念針不比莫金。長夜空虛怎冷夜半夜，遙路遠碧海是我心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常在心裏問何日到，親恩應該報，應該悉取孝道，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旁，輕彈曲韻夢中送。長夜空虛怎冷夜半夜，遙路遠碧海是我心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常在心裏問何日報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，明月朗相對母親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懷念針不比莫金。長夜空虛怎冷夜半夜，遙路遠碧海是我心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常在心裏問何日到，親恩應該報，應該悉取孝道，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旁，輕彈曲韻夢中送。長夜空虛怎冷夜半夜，遙路遠碧海是我心，父母親愛心友善像碧月，常在心裏問何日到。我呢就邀請咗阿慧芳唱《花開葉滿枝》，送俾大家聽。我未聽過慧芳唱歌喎。我同向
就會有新嘅一集。會放喺 YouTube 同埋中心嘅網站㗎。大家記得準時收聽啦！咁我哋下個月見啦！祝母親節快樂，拜拜。